即马手上无验收，我根本就洗袂过来，拢是你害啊！你是讲你即摆买卖物件？卖掉都有钱啊，安尼店都袂倒啦。体爱，林弟爱，阮两个决定要交往啊！伊已经有女朋友啊啦，我才发现，我拢伫想伊。迄恋爱拢嘛是安尼。阿姊伯，姑婆就麻烦你哦。你家己都来保重咧。有一个吼穿西装的，叫我林小姐。你敢有感觉，咱两个做成这道菜，你是乌鱼子，皮蛋是我。